梅儿现在哪儿呢？哦，回兰主的话，奴才回京的时候已经将二小姐带回家中，现在除了情绪激动，别的尚好。找个机会，好好的安慰安慰她吧。这，告诉我梅儿，还有我额娘，将来我一定会给梅儿找一个好人家嫁了。我要他们好好的看着我兰儿是怎么活在这宫里，是怎么活在这世上的。刘福啊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你的消息了呢？老七啊，臣在。我这2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刘福死了。你说，那贾太监的事儿，是不是就这么黄了呀？回禀皇太后，的确如此。那这么说，咱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那兰贵人给大清国生下一野种来吗？启禀皇太后，以微臣之见，要想除掉兰贵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最后还有一线希望。你说，我听园子里的太监说，兰贵人和皇上冬天喜欢到福海的冰面上划冰船。划冰船？是啊。皇太后，您可一定要静心等待，养好病体，要眼看着兰贵人死在圆明园的福海之上。您一定能等到那一天。一定。回安总管话，冰上已检查好，很结实，不会有误。依奴才之见，还有1个月您就要生产了，这时候万万不可动了胎气，您就别上福海冰面上划冰床去了，万一出了事儿，那可就麻烦。哎呦，我就是想去透透气儿。这段日子，我在这屋子里憋得气儿都喘不匀了。这坐冰床可以推慢点嘛，再叫俩宫女儿两边护着，前边再让小瑶子护一下，还不行？这，奴才遵。
伯爷，我要吃饭。启禀皇太后，这道菜奴婢还没有尝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吃，真好吃。传御膳房，今天晚上我还吃这道菜。是。启禀皇太后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太后，兰贵人没有被淹死。什么？已被安德兴救上岸来。他没死。坚持！快了！启禀兰主子，皇太后已请了宫里最好的接生婆前来接生。奴婢给兰主子请安。燕儿，去把安德贤安公公叫来。兰主子，你现在快要生了，这会儿男人进来怕不合适吧？太监不。带来的接生婆为他接生，其他人全都退下。就依兰儿的意思，这尔等全都退下。是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咱们才是至亲至近的一家人。你看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兰儿还是相信咱们皇族一家。皇上啊，兰儿要真能给咱们生下一个儿子，那可是大清国的幸事，更是皇族的幸事啊！感谢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，保佑兰儿母子平安吧。是。
这什么这？我告诉你，蓝主子已经知道，你这次不是给他接生的，是想加害他们母子，对吧？哪儿敢，奴婢哪儿敢啊！行了，别跟我这狡辩，咱今儿把话说明白了。蓝主子早就知道你是受了皇太后的指使，可这件事上，蓝主子不予追究，反而以德报怨，先赐你黄金3000两。只要你保证他顺利生产，保证他们母子平安，日后还会有赏赐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接生，我就在旁边监视着，你只要有一点不轨的举动，别怪我安德心手下无情。奴婢知罪，奴婢知罪了。我的确是皇太后派来的，想置蓝主子母子于非命。奴婢知罪了，奴婢知罪了。安公公的话，你都听清楚了，到底要怎么办？你可想清楚了？还不快去！蓝主子，启禀皇上，兰贵人生了，生了，怎么样？虽说不足月，可是母子平安，我给你贺大喜，是个男孩。是个男孩，是儿子。皇上终于有皇子了。兰儿，你为朕生了个儿子，朕有儿子了，朕有后，朕终于有后了，朕有儿子了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额娘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你现在好点了吗？儿臣已命宫中太医赶到长春园，很快就会为您诊治。额娘，您放心，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不用了，儿啊，额娘自己知道自己的病。我这是大限到了。额娘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您安心养病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儿臣已经传令，让太医院最好的太医一起过来给您诊病。儿臣相信，不日您就会病体痊愈，凤体大安啊。额娘，你可千万别瞎想。真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儿臣也不想活了。额娘，嘘，别这么说，儿啊，额娘恐怕是熬不过今天了。有几句话，额娘一定要嘱咐你，你可得记住了。本想着
立你的儿子大阿哥为皇太子。可惜啊，天不遂人愿呐。额娘为这件事儿操碎了心呐。现在皇上已经有后了，看来我那孙子是没有当皇上的命啊。还有，你记住了啊，这宫中啊太险恶了，是非太多，人不能跟天斗，你也别跟皇上争，更不能跟那个兰贵人争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知道吗？连额娘都斗不过他呀！啊，额娘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记着，凡事绕着他走，躲他远点儿，千万别跟他近身，我怕到时候你性命不保啊！记住了吗？额娘，儿臣一定牢记在心。好，你让他们来吧，给我收拾收拾，打扮打扮啊！儿臣遵命。额娘，他们已经到了。额娘。公元1855年初冬，44岁的康慈与世长辞。此后，咸丰皇帝册封她为孝敬康慈弼天辅圣皇后，但其皇后牌位没让立于太庙。奴才安德兴给兰贵妃请安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我真是该好好的谢谢你呢。如今我这一切都多亏了你呀。我现在是贵妃了，又生了皇子，你是立了头一功啊。奴才不敢，这都是奴才分内之事。伺候兰主子理应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听说，你自打进宫就没回过老家了。回兰主子，奴才回过一次。哦，回过一次吗？正是，上次瑞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已经把瑞英姑姑的墓迁到你们安氏陵园了。不错呀。瑞英姑姑虽说死得冤屈，到头来也算是有了归宿，入土为安了，不用再做孤魂野鬼。现在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也真该好好的歇歇。我跟皇上商量过了，让你回趟老家，在祖坟上磕几个头，再帮我在瑞英姑姑的墓前烧炷香。我呢，会让荣军爷陪着你，一路上有个照应。奴才叩谢兰贵妃恩典。哎呀，眼见着春暖花开了，又是一年呐。我也该看看我的皇儿去了。奴才就告辞了。安公公，您一路走好啊。多谢了。
我安家祖坟早已荒芜多年，这现在修成这个样子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！我看着都不像我安家的祖坟了。这上次来可没见着有这么多。安总管有所不知啊，这是兰贵妃出钱令在下将这儿修缮一新的，并且还立了个安氏名媛的牌坊。您是说兰贵妃？正是。兰贵妃的一片苦心，我想安总管应该明白了吧？奴才安德新感谢兰贵妃对我安家的大恩大德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后人安德新在这儿给你们叩头了。多亏了当今万岁爷、兰贵妃他们的恩典，还有荣军爷的鼎力相助，你们列位才有了这么一处好去处，入土为安。兰贵妃对我安家的大恩大德，我安德新将永志不忘，至死效劳。即使日后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惜，万死不辞。荣军爷，酒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安总管啊，一路鞍马劳顿，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哦。过一会儿我陪您进园子，给您的各位祖宗上坟。多谢荣军。来，请。荣军爷，在下真是没有想到，兰贵妃会耗费巨资为我安家修缮祖坟，而且有劳荣军爷在此监督修坟造墓之事，在下真是感激不尽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安总管不必客气，这都是贵妃娘娘的恩典赏赐，在下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，不用记在心上。不可，荣军爷，您能陪咱家到这儿，我安家祖宗如果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像我一样对您感激不尽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我们都是老熟人，不必那么客气。喝酒，喝完了酒，我陪您进园子，您还会看到更多的惊奇。更多的惊奇？荣军爷，能否透露一二？不瞒安总管呐，兰贵妃那儿为表达对瑞英之死的歉意和她生前曾有过的帮助，特地令在下给她修了一座新坟。新坟？正是。兰贵妃真是想得太周到了，我安德新真是万万没有想到。荣军爷，咱们喝完了，您赶紧带着我到瑞英的新坟上去看看。毕竟，她已经算是我安家的媳妇儿。虽然早就一天一地天各一方，可我安德新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呢。对瑞英的挂念是与日俱增啊。待会儿容在下在瑞英的坟上跟他好好的多说几句话，也算了却了我的愧心。干！
块风水林子，算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以表彰您立下的汗马功劳。兰贵妃，您可是我安家的大恩人呐！安总管，您先请起，还有个地方要带你去看。好，这边请。你先请，你先请。总管，瑞英姑姑的坟就在那儿。瑞英，我来看你来了。瑞英啊，兰主子现在是贵妃娘娘了，还给皇上生了个儿子。瑞英啊，兰主子一直惦记着你，这次出来的时候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在你的坟前替他给你点炷香。现在是坏人得主，刘福、黄武、张延山悉数辈出，园子里终于是拨云见日，大清龙脉得传，江山社稷可保。所以你死的时候死不瞑目，现在你可以闭眼了。瑞英啊，你可以入土为安了。德心在这儿给你叩头呢。媳妇儿，咱俩人干了这辈子。兰总管，万请前来。日后瑞英的坟上少不了有人会出草添丁，您就放心吧。多谢荣军爷。我们走吧。荣军爷，在下不知这座坟是从哪儿来的。
您今天陪咱家到这儿，就是要取我的命。荣军，您不带一兵一卒，怎么知道我安德新一定会束手就擒？不瞒安总管，来之前兰贵妃就说过，只要她下达的旨意，您绝对会服从。何况在下这儿还有皇上的口令。你骗人！安总管，您都瞧见了，我刀剑都没带。您真的要走，我绝不拦您。我的手下也更不会挡你。这么说，皇上跟兰贵妃都是这个意思？荣军爷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我纵然跑到天边，我一家几十口子，包括我叔父一家，还有我那瞎了眼的老母亲，他们怎么办？株连九族不说，算了，我安德新还是从命吧。安总管，兰贵妃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在下确实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只要您从命，在下就算回去交差了。总管如果有什么话要带给兰贵妃，在下一定替您带到。我安德新算是明白了，一直以为我比任何人都聪明，没想到竟落得这么个下场。古人说得好啊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敌国灭，谋臣亡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安德新今天也落了个同样的下场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！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。行了，荣军爷，您说吧，让咱家怎么个死法？安总管，您再想想，还有什么话让在下带给兰贵妃或是万岁爷的吗？没有啦。安总管，在下佩服您，果然像兰贵妃所说，您是个了不起的大忠臣。不瞒总管，在下早就在您刚才喝的酒里下了毒。荣军，您是怕在下不肯死吧？所以你才干出了这种鸡鸣狗盗之徒干的事。你毁了我安德新一世的清明。安总管，在下确实不知您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兰贵妃。据在下所知，很多事可都是您。好了，荣军爷，不要再说了。就容奴才把这点秘密带到坟墓里。九泉之下，如果有知，我一定会托梦给您。我会告诉您，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兰贵妃。哈哈哈哈
安德欣死后，他的弟弟进宫伺候兰贵妃，此人便是晚清显赫一时的大太监安德海。咸丰帝生子后，再没能让任何嫔妃怀上子嗣，于公元1861年驾崩，时年31岁。同年，兰贵妃与咸丰帝所生之子继位，年号同治。因皇帝年幼，被册封为慈禧太后的兰贵妃首次垂帘听政。同治帝于1874年驾崩，由于无子，慈禧太后将胞妹梅儿所生之子，时年4岁的载淳列为皇帝，年号光绪。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。这一切都是一帘幽梦故事的后